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所设立的圣日，会当看到大家，因为咱拢真欢喜吼，透早就要来见咱上帝，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咱今日嘛真欢迎牧羊团契，来伫咱的中间吼，要甲咱同齐敬拜上帝。伊嘛要献一首诗啦吼，真欢迎伊。好，咱伫要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伫因带阮、保守阮，拢伫主你的厅堂内面。因为主你时时刻刻用你的恩典来伫照顾阮、看顾阮，互阮的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拢有主的听，甲阮三脚同行。主伫你的圣日，阮自执来到你面头前。阮要伫遮同心来敬拜主你，主，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即时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将阮世上的一寡挂虑拢放下，互阮独独来仰慕你。阮要来敬拜主你，因为你讲，既然背当当的人。来到你面头前，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阮伫你面头前，要搁一遍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主你，互阮无因为世上的重担、病痛，也是烦恼，阮拢要伫放落、放下面、放落，互阮会当专心来敬拜主你。主啊，阮需要你的听。来引带阮，来充满阮，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因为有主你的听，阮就要赢过世上的这一切。主啊，阮真感谢，将阮今仔日的服侍、阮的讲台、阮的献诗，拢要完完全全来献伫你的面头前，互阮同心伫遮来祈祷，同心来敬拜主你。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拢完完全全来献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要来锻炼今日的诗歌。第一首是24首，我心学乐只管上帝。咱先来唱第一节。介绍一个这首歌的莱特牧师，伊是作词的人吼，伊伫个诗篇103篇来所做的这个创作，这个牧师有真侪奇妙的经历，伊是一个牧师，嘛是一个圣诗的诗人，伊伫个都柏林三一学院
咧读的时阵吼，就荣获英文系的首奖吼。伊本来是想要做医生吼，啊，毋过后来伊受过即个短期的团队训练了后，就变做神职人员安尼。后来伊就伫爱尔兰附近真侪所在拢有就是坐牧师诚做牧师的即个工课。除了即个以外，伊嘛设立儿童的主日学，甲水酒的主日学，嘛伫定定到渔民厝内探访，提供因圣经甲诗歌集，阁有灵修的手册。伊后来伫军病院的利用一个旧的军病院，来设立一个图书馆，内面有真侪神学甲古英文史的册，对当时的迄个渔村有真大的贡献。伊会讲英文、拉丁文、希腊文甲法文，嘛会吹长笛安尼。伊是一个英语信息界真厉害的诗人，伊嘛有真侪作品，诗体是主导文之故事，诗集宗教诗为主，诗集之灵性等等的作品。好，所以讲咱伫咧即个歌词当中，你会当看到。伊将文典上主的文典，拢写伫个歌词内底，嘛就是赎回、医治、赦免、怜悯甲慈爱。咱会当来看第4节甲第5节，内底讲到人生苦短，但是上帝永远袂改变。因为安尼，信伊的人应该常常甲天使同心来敬拜上帝。伫个英文当中 ，praise him，praise him， 哈利路亚。伫个台语内底，就翻译有较侪个无共的歌词，比如讲，阿罗敬奉，阿罗我主，阿罗称赞，安尼好，咱就来，搁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搁来看194首。好，咱来先读一遍歌词第1节到第3节，请。
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第四节，开我耳孔，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我耳内，逐项有假袂话过来。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耳孔，互我听见至圣的神。第三节，开我喙唇，互我意爱，传播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互我话美办，用主听堂分享世间。当我恬静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喙唇，互我保养至圣的神。好，咱在唱的时阵，就爱较留心恬静吼，恬静听候，听候吼，恬静。好，咱来先唱第一节。我小可介绍一下吼，这首歌你会当看到伫这个左下角吼，咧词曲拢是同一个人，Clara Scott， 嘿，伊是一个女性吼，伊是一个美国人，伊的作品。皇家赞美诗集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是由女性来出版的合唱集安尼，所以讲足厉害。好，这首歌伫咧唱的时阵，咱会当来看歌词的意思。好，你会当咱来。读第一节的第一句就好，来，请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好，第二节的第一句，互我看见。嘿，第三节，开我喙唇，互我意爱。嘿，对，好，所以讲，伊是咧讲啥物咧？为读圣经开始，到听见福音，到出声报扬。用性命来分享、见证上帝的真理，就是听道、传道、行道，安尼拢写伫咧即个内容。有一句讲奇妙锁匙，伫即个音乐内底，伊用的和弦是较有张力的和弦，就是讲来代表即个锁匙有甲即个奥秘福音的奥秘甲伊拍开安尼，所以讲唱即条歌的时阵，咱会当唱的时阵嘛是诚做咱的祈祷。好，咱为第一节开始唱到第三节。
到遮，咱放心来进入礼拜。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权，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耶和华至大，应该受大的学乐。耶和华，你一切所做的，要感谢你。你圣的百姓要学乐你。下面咱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24首，我心学乐至高上帝。我心学乐至高上帝，万民拍拜伊骹下，赎回伊知赦免满满，咱着学乐来群我，学乐敬奉，学乐敬奉，学乐永远活君王，请起立吟全首。
坐。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周报第7面，《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互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下面咱的三甲来启用文第36篇。圣诗后壁面1063页，启用文第36篇，也是箴言第8章。咱同齐来启用，就听智慧得救。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智慧伫城门口。情人啊，我叫恁；憨直的人啊，要学习精明。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我出世的时也未有深渊。我出舞台的时，大山也未受造。迄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也未安置疆场，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伊伫空中布置云彩，甲海定界限，互海水未搬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当我的囝着听叹我，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找到我的人，就是找到性命。对上主一定恩惠。启用到这，下面请咱同心来祈祷。这声天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所定着的圣的主日，阮众人同心欢喜组织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为着过去一礼拜你所享受的平安，阮献上感谢；也为着过去一礼拜当中，阮的行为行答，阮的心思意念有无够额、无健全，致使阮有过失来得失你的所在，求主怜悯赦免。阮也为着世界经济发展，求主来看顾保守。美国川普总统为着减少美国的国家的负债，以及发展因国内制造工业，准备要来世界各国扣征对等关税。当每一个国家彼此拢提高进口关税的时阵，这对国际贸易是真大的伤害。致使一段期间，国际股票市场、公债市场拢大落价情形，也影响到国内传统产业、五金、纺织、轮胎等产业。整的产业出现订单减少的情形，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智慧，予美国以及各国的国家的领袖，伫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理性讨论，彼此敲找有利益的方案，互国际贸易当恢复正常的运作。我俩为着国内劳动环境的健全，求助帮站。过去的前几天的5月初是劳动节，伫阮徛起的所在，常常2、3天，阮就会传出着发生危险的公安
公共安全事件，常常有人伫建筑工地做工的时阵，伫工厂修理机械的时阵，伫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清扫路面的时阵，来发生死伤的意外。伫几个月前，有连锁大卖场伫咧起造大型仓库的时阵，工地发生大火嘛，造成有9个工人伫火灾当中来死亡。每一件公安事件的发生，通常拢是一个，也是几人的家庭受伤，甚至破碎。恳求天父上帝，你看顾保守这劳动者的平安，也赏赐智慧甲疼心，互业主以及这些工作者共同努力来创造安全的劳动环境。我也为着兄弟姊妹的信仰生活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阮众人透过主日讲台传讲的信息，透过牧师每一日所提供的诗歌、圣经的经节，帮助阮对三一上帝对信仰的明白的加添。我也为着5月25亚外礼拜的平安甲顺利，恳求主你来引带带领。最后，我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前一段期间兄弟姊妹当中。侪人有感冒，也是其他病痛的情形。当阮的身躯伫病痛乱了的时阵，迄种的艰苦，阮的心内迫切渴望疼，阮的病痛会当得到医治的心情，互阮更较会当体会到目前犹原伫病痛当中兄弟姊妹的感受。恳求天父上帝，你医治的恩典临到身体有病痛的肢体当中，你的平安甲喜乐充满并开阔阮众人的心。阮将这祈求拢摆咧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愿你来成，众人同心祈祷，奉靠最后所祈祷的圣名，阿门。面上帝的话，咱今日要看圣经节，伫旧约圣经士师记第9章第7节到15节。伫旧约270面，士师记第9章第7节到15节。现在我来读第7节。有人甲约坦讲这个事，伊就去徛伫基利心山顶，大声喊，甲因讲：示剑人啊，恁就听我的话，互上帝也听恁。捌有一摆，遮个树拢去，要设立一丛树做因的王，就去对甘那树讲：请你做阮的王。甘那树应讲：我减糖放撒我的油，就是人所用来尊重上帝甲人的，去摇伫正树的顶面吗？遮个树对无花果树讲：你来做阮的王。无花果树应讲：我减糖放撒我的甜搁好的果子，去摇伫正树的顶面吗？遮个树对葡萄树讲：你来做阮的王。葡萄树应讲：我减糖放撒我的新酒，就是互上帝甲人欢喜的，去摇伫正树的顶面吗？遮个树对刺仔讲：你来做阮的王。刺仔应遐个树讲：恁若实在设立我做恁的王，就着闪米伫我的阴黄下，若愿会对刺仔出，消灭黎巴嫩的白香树。圣经读到遮，下面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我心尊主最大。
讲道分段科目书，今天讲道题目是树的比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伫咧面前，阮感谢你，你的恩典疼痛看顾阮每一天。伫过去的日子，你保守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这是阮自责来敬拜，学了你，嘛愿你的话语临到阮的内面，互阮的灵得到你的话语的氧气，有活泼快乐，嘛明白上帝你话语的旨意。阮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引带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毋知咱伫咱的生活中，你有常常用比喻来说明你要讲的意思也无？其实伫犹太人的讲智慧的文学的内面，因定定咧使用比喻。用使用比喻是为着互一般的人，就是讲当时的犹太人，因会当了解到上帝的心意，以及互因会当伫生活中来运用出来。所以咱对新约内面，咱若来看迄个福音书，咱嘛看到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伊的门徒甲遮的群众。那呢来看，伫圣经内面。要讲的这个比喻，是要来说明上帝恩典计划。这个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以及咱会当明白上帝对咱人的心意。所以咱若来想，拄则牧师问恁的问题，你的日常生活中，敢有常常用比喻来甲人沟通对话呢？其实，伫咱的生活中，咱会定定用到，咱会用到比喻，也是讲咱讲的俗语。咱是要用这种的方式，甲人来沟通，要让对方会当真清楚了解咱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咱所讲的这个比喻，嘛拢带着咱在地的生活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比如讲，咱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咱咧讲的、表达的，其实拢有无共款的。安尼的比喻，则我都互听的人，伊搁较讲我听有，嘛互因会当真正明白其中的意思。那呢，咱来看今仔日，咱士师记的第9章，伊其实对一开始到结束的记载，中央用到这段比喻。也毋过，伫第9章中间，咱看到，伫以色列百姓因伫迄当时，其实受到一种暴力的、这种压迫的这种气氛伫地。这款的现象是因为基甸伊伫当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所带来这个结果。咱对士师记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中间来看，是愈来愈严重。是愈来愈歹的一个情形中间，这个原因就是基甸伊留互后代的是一种偶像的崇拜，而且将这种崇拜带入到以色列百姓的生活的内面。所以咱看到伫第8章时阵，伊上尾记载基甸死了后。这以色列百姓就随去拜一个偶像，叫巴力比利土。这个巴力比利土是迦南地地区遮民族因所拜的神明，而且这个名伫真正原文内面的意思是约的主人，约的主人，也就是讲以色列百姓以早对上帝忠心已经无伫个啊，因已经甲上帝无即个立约的关系，反倒等是迦南的即个神偶像立一个约，伊否定了上帝是独一的一种掌权者。不过安尼，基甸又完真清楚一件代志，就是记载伫第8章23节内面。
基甸对以色列百姓安尼讲，伊讲：我无要做恁的统治者、管理者，因为我的后生嘛袂当做恁的统治者，只有耶和华上帝管理恁。至少基甸知影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才是唯一的统治者，伊拥有一个唯一的管理权。所以咱看到第9章的时阵，基甸的囝阿比米勒来到示剑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是伊老母的家族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咱看到当阿比米勒到示剑，就问因一句话，因问因讲：恁要啥人来管理治理恁呢？是基甸伊所有70个后生做伙呢，也是一个人？然后阿比米勒甲因提醒一件代志，就是恁爱会记的，我甲恁是有亲情的关系。阿比米勒会安尼认为，是因为伊想百姓对管理者只有2个选择，毋是选伊，就是要选择基甸另外70个后生。咱若对当时原文历史背景来看，这70个后生有可能是指着一种名誉的关系，就是有真侪的遮的囝儿因形成一个名誉联盟做伙。所以当阿比米勒伊安尼咧问的时阵，其实阿比米勒伊在心内所想的，无爱互遮的百姓去选择迄个70个囝的联名。也毋过阿比米勒一个真残暴的行为，伊是无法度甲上帝主权做一个连结。咱看到伫经文中间记载，伊公然用崇拜偶像来讲，我要来倾遮的所费用，连对迄个迦南地的偶像巴力、比利土所库房即个庙中间所收的遮个钱，嘛互伊用来符合迄个帮助伊抬70个后生的费用。经文中间，咱会当去想的是，阿比米勒伊追求的是偶像的崇拜，伊个主张家己的权益。这个主张是要互伊家己要成做一个上权的统治者，所以伊无法度容忍其他的竞争的人。照着伊的想法，伊就爱将所有可能做统治者领袖的，拢爱甲因除灭去。阿比米勒确实安尼做啊，伊嘛做啊，总是伫这中间，基甸的上细汉的后生约坦走去啊，迷起来啊。然后伫这个中间，阿比米勒将实验的人以及米勒的人联合做伙，然后爱因伫上帝所赐福的一个所在，立阿比米勒做王。这个树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第一届入去到迦南地，伫实验的时，伫摩利树迄个所在，在这个所在，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收属予伊的后裔。所以这个过程，阿比米勒真做王啊！总是基甸上细汉的后生约旦。伊听到阿比米勒做王的时阵，伊就到基利心山，徛伫山顶，伊讲话，遮所有的人咧讲话。基利心山就是伫《申命记》内面记载着上帝将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拯救出来了后，带因伫旷野行40年了后，伫这段旅程要结束之前，摩西对百姓讲：恁若一旦进入迄个应允的所在时，恁就爱住伫以巴路山甲基利心山的头前，然后爱伫以巴路山顶面再建造一个祭坛，而且爱宣读部分的律法。
咱来看，即个以巴路山是伫北边，伫食盐的北边，较悬，而且南边是一个较低的基利心山。即个中间的山谷就是食盐的所在。而且即个边仔的山形成着一个天然的剧场，就是伊徛伫基利心山顶面，就会当真清楚伫遐读出，互所有伫山谷，就是伫实验的人，拢会当听到的声音。所以伊毋要用真大声，无亲像牧师即马爱用麦克风，可能伊迄个时阵嘛无即个设备，所以伊在徛伫迄个所在讲出来。当摩西吩咐因爱安尼做，所以咱看到基利心山伫倒边，以巴路山伫正边，伊就徛伫迄个山顶，向山谷下面所有的遮百姓来讲话。所以当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了后，就爱伫基利心山所要读的是一个祝福，伫以巴路山所读的是无遵守律法的咒诅。所以咱看到今仔日士师记中间约翰，伊是按照带伫实验的人，咧讲士师记咱拄则所读的这段话的比喻。这个比喻，咱若继续看到21节了后，会当讲是一个预言。但是这段话，有真侪人认为是讲约翰所讲的这个内容，是要来反对亚比米勒，毋是要反对这种君王的制度。迄是因为伫圣经学者会认为，伫某种程度顶面，这个士师记是为着大必王朝所设立的一卷书，就是用较开阔的这种认知是一个先知的正典。这个正典是要宣读、宣告君王制度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咱若用这款的角度来看，实验的百姓，因所做毋是因立某一个王。是因为伊立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拒绝上帝的主权，所以当约翰咧讲的遮的比喻，也是所讲的内容，其实拢咧指出一项代志，就是亚比米勒伊一个真残暴的行为中间，实验的百姓，甲伊是共同的这个共谋的共犯，所以当约翰证人咧讲话是伫基利心山，也就是伫申命记中间，即个徛伫即个位置所宣告的，是要祝福，是要来规定，要来宣调以色列百姓爱顺服伫甲上帝立约的所在，同时嘛是咧提醒因，来对约来效忠。以及会带来祝福的所在，所以咱看到约翰伫这中间，伊的比喻，咱来用属灵的含义来看，伊用树来比喻人，对橄榄树、无花果、葡萄树来比喻这个忠心侍奉上帝的人，而且互因知影家己本身有家己的位置，互因知影因家己本身有上帝互因的恩赐。互因知影家己的价值，互因会当忠心将家己所有的献上互上帝来使用，无要贪图迄个浮华虚假的荣耀，也毋过伫欺骗，伊全身拢是刺。伫耶和华的事工顶面，咧比喻的是无路用，伫沙漠的中间，真容易就导火，成做一个祸害的来源。约翰用刺皮来比喻亚比米勒，讲伊无侍奉耶和华，也毋过伊充满着野心，会为着军队伊的人带来这个危害。所以，这个刺皮的比喻是要确定这个亚比米勒伊的死亡，以及伊选择家己行灭亡的原因。
无价值的刺配，是无法度伫一个诚实的中间，互人、互上帝、互因认为是一个王。所以，若安尼来看，亚比米勒互人立做王了后，唯一的结果就是灾难。各位兄弟姊妹，过去的这段日子，也就是讲伫2024年1月13号，迄天，咱选举了总统、副总统、立法院的委员了后，咱看去过去这段时间，咱台湾的政治的局势，因为政党、因为外部有敌对的势力来影响，直到今仔日，咱会当感觉到咱的环境悠然真震动伫这个中间。随着立法院的议题的发展，公民团体伫各个区域的立委的所在，因咧实行咱人民会当的罢免权。对今年年初的第一阶段到现主席的第二阶段，无论是倒一个罢免的团体，因拢尽力想要完成因的目标。因这个要做做是期待会当转来到咱的民众的民意的中间，通过这种罢免权，互立法院也是政治的这种分了会当停止，互台湾所有百姓的需要有一个新的局面，为台湾会当带来一个安定、安全的生活。这是咱现主席所拄到的状况。但是有人会安尼讲，讲教会无应该讲政治。确实，咱若安尼咧想的时阵，咱就要想到伫创世纪中间，上帝创造天地，设立咱人了后，互咱人的一个真重要的任务是啥？咱来管理世界，咱来管理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也毋过，伫教会中间，确实咱是存在伫即个群体的内面。有关台湾的一切，咱教会嘛是其中的一部分。确实，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甲个别内面，其中有一段咧说明，咱人爱有责任伫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伫过去一段日子，伫咱长老教会中间，逐个教会内面，嘛有迄种意见无共款的论述出来。但是，咱爱想的是，现主时，咱的民主化的制度已经愈来愈侵华伫咱的生活中间。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的人民，因要选择的是民主的制度甲生活的方式。期待咱台湾本土的历史、在地意识、多元的文化，会当持续来发展。那呢，咱来看，咱处在伫即个现在咱伫生活台湾的环境中间，咱就要问家己一个问题，就是照着上帝所教示的原则，咱要面对现在情势的时阵。咱敢清楚家己应该爱安怎去做业务？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影响力。那呢，你要带予别人的是甚物款的影响呢？伫今仔经文中间，亚比米勒虽然受到伊老爸基甸的影响，伊虽然知影有上帝，总是基甸伊伫生活、伫行为。徛伫上帝对立面，徛伫上帝另外一边，直到家己夺取了上帝治理权。伊的后生约坦指出亚比米勒的罪，甲实验人的罪。虽然伫过去基甸拯救了以色列人，实验的人伊无因为安尼就好对待伊。基甸会厝内底的人，伊无按诚实正直来善待伊全家，而且佫杀了伊所有的囝儿。所以咒诅临到
阿比米勒以及遐个实验的人。所以当约翰徛伫基利心山顶面，伊所讲的比如预言，也亲像第9章上尾咧讲的，约翰的咒诅，伊实验的百姓拢听到啊，而且因拢受到影响啊。所以咱看到，伫阿比米勒统治以色列3年了后，上帝就予伊甲当地百姓实验的人互相对敌。所以咱看到阿比米勒伊个人的特质来，无论后壁发展是安怎，实验者的领袖早即后壁一定会用背叛来对付伊，也就是实行暴力的人，自然嘛会引起暴力的反抗。咱来用神学的观点来看，上帝是未满意、未允准崇拜偶像、放纵私欲、追求个人的利益，这一定会带来灾难的结果。伫第9章的内面，毋那是即个冲突尔，还佫有新的角色，就是对抗阿比米勒以别的后生加勒，以及支持阿比米勒的西部勒。伫即两个对抗中间，即个剧情真复杂，但是要故是阿比米勒甲实验的人的冲突。阿比米勒用暴力的手段，上尾将伫实验的百姓杀掉，而且将所有物件拢毁掉。毋那安尼，阿比米勒阁继续企图要去攻打提比斯即个所在，要伊做真正对实验人所做的代志。所以咱若对第9章即个上尾伫基甸的即个家族的故事内面，咱所看到的是暴力的行为，正做阿比米勒的行为的模式。伫实验会当成功的策略，却伫攻打提比斯即个所在失败。所以咱看到经文记载，当阿比米勒伊去攻打迄个城门的时阵，要放火烧即个所在，有一个妇人人将即个一块石磨的顶面的即个大石，牵伫阿比米勒的头壳顶，拍破了伊的头壳。拍破伫圣经内面的其他所在所讲的是一个真残酷的压迫。很残酷的压迫，但是这个所在形态符合着压迫的人，互人拍碎的一个情形。有人讲这就是我靠刀剑生活的人，总有一天会死伫刀剑的中间的下面。咱看到伊的头，互这个妇人人会上石磨拍破。伊边仔其实伫古早迄个社会，即个领袖的身躯边，拢有一个摕兵器的即个仆人伫伊的边仔，因真忠心对着即个主人，而且是伫执行即个真危险的任务的时阵，因拢会做伙行。所以咱看到伫第9章，阿比米勒为着家己无互即个妇人人拍致到死即种侮辱。所以就要求伊身躯边的即个人用刀来杀伊。阿比米勒已经重伤啊，但是死伫妇人人的即个手中是一个战士的一种耻辱伫的，所以就叫伊的边仔的人将伊杀死。伫伊咧面对死亡的时阵，伊犹原是贪图即种虚华，伊要避免即种无名誉的死亡的方式。总是这个结果是要显明上帝带来公义的目标，拍破压迫者的压迫，互人行远建立平安的一个目标。阿比米勒已经得到报应啊！毋过一件代志是咱爱了解，就是士师记中间所记载上帝的公义，毋是单单报复的公义尔。因为伫无公义甲压迫的所带来，是一种负面的结果。但是士师记
也去整个圣经中间，上帝上重要的是要用恩典、慈爱、赦免，成做一个媒介，互咱会当去实行追求上帝公义。但是百姓犹原不定咧重复着实行这个最歹的代志，也毋过因犹原会互上帝照着所找来公义的使者来拯救。我想这种的恩典，毋是讲上帝伊无原则，也是规范。咱若看今仔日第9章中间阿比米的故事，其实上帝已经真强烈咧阐明一项代志，就是伊的规范是啥物？伊的规范就是期待着信实甲正直充满伫咱所有人的中间。各位兄弟姊妹，士师记定定互咱咧看到的是，有人讲上帝对以色列人较疼因，对因较好，超过其他迦南地其他的民族。但是伫上士师记中间，其他的族群因是向定一种特定的生活的模式，迄种的方式就是因坚持家己的利益，而且佮拜偶像，所以行往一个灭亡的道路。所以当以色列人认同，而且过着这种的生活的方式的时阵，上帝就咧对付因。所以咱看，上帝毋是无公平。你若讲上帝无公平，敢若对以色列人较好，对其他迦南民族较无好的时阵，咱就爱想的是，上帝要带来是公义的平安。上帝所要互咱的是一个信息甲正直。以色列的第一位家己立做王的阿比米勒，伫伊的一生的中间，上尾伫一种无光彩的情形中内底结束。伊对一开始就是一个崇拜偶像的人，因为无顺服上帝一个真明确的命令，互上帝所弃杀。对着历史的发展，上帝临到以色列中间的这个情形，就是上帝伊要找一位领导者，而且要将这个领导者伊的所做具体化。基甸真清楚表示，敢若有耶和华管理恁。对咱现在来看，上帝咧找是伫耶稣基督顶面走道完成的，而且称作基督的耶稣，伊常时有宣扬甲具体化，伊常时嘛咧管理咱所有互咱明白的好消息。伫基甸进前，士师记有咱有讲到底波拉、巴拉、雅日。因拢是迦南地北边的人。较早讲到的俄德列，伊是属伫南部犹大支派。所以咱若读士师记的时阵，咱会当搁转来看即个历史的背景，知影因每一个支派中间的关系。伫南北国分裂的时期，波罗安甲亚罗波安因所治理的以色列人，咱就要理解因是要安怎来做一个选择。士师记中间，咱看到罗波安甲亚罗波安，因拢要做王。罗波安是一个合法的，伊是代笔的户的；亚罗波安看起来敢若是无合法的。总是咱看到阿比米勒是基甸的后生，对着迄个时代的人，即个故事比喻，因要选择什么人的？伫南北分国分裂的时期，以色列人应该对军队倒一个王，因的答案已经真清楚，就是爱选择耶和华，因为上帝是主宰一切，人是有限的，所以安尼看，掌管历史发展的是上帝，以色列人犹原伫上帝保守看顾内面。对今仔日的咱来讲，伫咱即个局势中间，咱要安怎来面对？要安怎做出选择呢？透过今仔日的士师记，咱要注意，咱毋通陷落伫亲像基甸陷伫即个拜偶像的鲁莽的网络的内面，毋通去追求人的权势。
咱爱军队上帝，行伫上帝旨意的中间，相信上帝掌管一切。那安尼来，当咱决定，咱要做出这种军队耶稣基督，咱上时嘛领受到伊所享受的平安喜乐的稳定的时，咱拢有领受到。当咱领受的时，伫你面对遐也未认捌基督，也未相信基督的亲人朋友的时刻，你是要安怎甲因诉说天父上帝的疼的？也是讲，你用什么款的比喻来说明，互对方会当明白的？其实你毋免烦恼，你毋免烦恼讲我要安怎讲，因为我相信。当你将这项事放伫基督的中间的时阵，上帝一定会启示你，透过各种的方法，互你咧面对这也未认捌上帝的人，因讲该讲的话。咱爱有这款的相信甲信心伫底，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感谢你。通过你的疼，互阮看见你对以色列百姓的照顾保护，嘛互阮明白，当阮咧压迫的中间，我应该爱牵调着上帝你的应允，遵探着上帝你的教示，互阮的一生为着你所教示阮的，阮来向人来分享，互阮讲应当讲的话，互阮行出应当行的行为，愿主你赐福伫阮的中间，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正大牧羊团契吼，煞者我用华语吼，因较听有吼。牧羊团契就是正大的原住民学生团体，他们在台北原住民大专中心阿浪牧师方金忠牧师的带领下，大概在3年多前，他们成立了木栅的羊这个团契，借用了我们教会在每个礼拜2的晚上，他们有一段聚集。4年快到了，当时进来的大一的学生，今年也要毕业了，所以他们非常感谢教会在过去这段时间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特别跟牧师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来献诗，以及来感谢教会众弟兄姐妹的代祷、关心与奉献？”所以这个时候要邀请他们来到台前，他们要为大家献这首诗，而且他们可能有要讲几句话。好，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本金中牧师方金忠牧师。那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文山教会当中一起来聚会。那刚牧师说我们用树的比喻，我觉得很感谢哦。我想到我们是什么树？在台东鸾山部落有一种树叫会走路的树，有听过吗？会走路的树可以上网查哦。那棵树呢，它就是在一个地方，它养分足够之后呢，它的藤蔓会往旁边周边开始长，然后又长成一棵树。那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一个人需要部落的养分，我们都是从部落到都市读书，然后这个养分足够，我们可以往外开始生长，然后一直到下一个阶段。那同样，我们从部落接受这样的养分，我们到都市读书，然后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有文山教会成为我们在信仰生活的养分的补给。那这些同学要毕业了所以要继续往下一个阶段走。那这个养分会支持我们往下一个阶段走之后，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感谢我们教会在这段期间继续就是来关心我们、照顾我们。常常我们聚会会有一些
可能松年或者松大，会给我们一些糖果哈，不只是灵性的养分，还有肉体的养分都有哈。所以我们刚刚牧师有讲，我们大概都1年级进来哈，都大概30-40公斤，然后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哈。那牧师也是常常吃到你们的东西，那真的是很感谢。那我们用这首《天父的世界》，对，就是不止在部落被照顾到哈，来到这个地方也被照顾到，真的就像雅各，他到这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说哦，原来天父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同学们要毕业了，可能未来要工作或是继续读书，在那个地方也能够感受到什么？天父也在这个地方。
来，先不要回去，先回来。阿浪牧师，先回来，不要跑。台北原住民大专中心只有方金忠牧师一个工作者而已，他要负责整个大台北地区所有原住民的学生的工作。所以，当这个大学里面有原住民学生需要的时候，他就到那边去开设团契。所以大约4年前，他来到我们这边，因为这边的学生有需要，他关心着这些从他们部落上来到台北念书的这些学生的信仰状态。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些学生毕业了，我们要我们要为他们代祷的是，政治大学里面还有很多的原住民学生，能够让阿浪牧师可以继续的为着他们信仰来把他们招聚在一起。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愿意持续的在这当中提供他们使用场地，为他们代祷，为他们奉献。所以呢，他们在1楼有义卖一些都是阿浪牧师应该讲手做还是机器做，反正就是他手中所出品的这些饰品哈，我们可以支持他，而且当中有那原住民的图腾的。等一下，你们要问他哦，因为他说那个图腾有不同部落、不同族群，以及它有不同的意思。刚才跟我讲，还有分男生女生，好，所以我们可以多多了解、多多关心，为他们代祷。所以牧师现在邀请我们大家为牧羊团契将来的他们的发展，他们关心学生这个，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天父上帝，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有份参与在整个原住民大专事工的当中。虽然我们无法像阿浪牧师一样直接与这些学生面对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协助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愿主你将属天的恩典、智慧、能力都加在这一个团契的当中。也赐福在阿浪牧师他的家庭里面，也愿这些学生他们毕业之后，不论他们到哪里，主你都与他们同在。愿主你看顾这个牧羊团契，使他们成为祝福之地。愿主你帮助他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掌声鼓励他们。接续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请起立，吟全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手中有奇妙锁匙，伊会拍开主圣旨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所传播福音真理，
真理高德所在，为我的心，无我为臂膀，天主听当运用世间，当我点情地定好你，我心变变爱你一世，为我最大。请坐，下面请咱备万心来奉献。当咱来到上帝面前，谦卑领受上帝恩典。孝顺上帝所修做的一切事，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对内心备办奉献。恳求上帝欢喜接纳咱所献的，无论是伫时间，无论是金钱，也是咱的心志。请坐。下面报告，伫报告以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就部第2面下面金句，咱读2遍。请听小你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无一项为田半因下骹。诗篇119篇165节，搁一遍。听小你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无一项为田半因下骹。诗篇119篇165节。接续下周圣感分担时间的关系圣感分担，请有单元学生的同工家己来看。拜三查经基督会题目是哥林多前书第4章，主理是科牧师师会潘秀丽执事。后礼拜主理主礼拜主理是科牧师题目是上帝供应经文。经文甲圣诗，请大家首先来备办。接续咱看到周报第2面消息报告的部分，第1点分出日正大牧养团契前来献诗，牧养团契对2020年伫咱教会聚会，以后拄则牧师提供有义卖，请兄姐关心支持。第2点，中执会开会通知下晡12点半伫地下1楼。有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与。第3，欢庆母亲节，后主日5月11是母亲节联合礼拜，当日是无华语礼拜。后礼拜中昼
妇女团契有准备爱餐邀请兄弟姊妹参加请家己准备这碗池啦吼。第4点，少年团契母亲节时装周这顶礼拜有报告过活动的内容伫第9页嘛，请大家来参考欢迎大家妈妈来参与这个活动。第5点，理财有道讲座后礼拜下晡1点，伫咱2楼礼拜堂有专题讲到财务丰盛之道，请兄姐来参与。第6点，主日学东港退休会5月17到18，因的地点伫宜兰四星儿基金会立泽简活动中心主题是亲近神报名到今仔日为止报名到今仔日为止过来抑外礼拜2025年抑外礼拜5月25咱的去宜兰的三星教会。原底有2台车因为今年报名人较济，所以今麦有3台车，所以嘛也有空位，所以欢迎大家来那个报名啦。报名是到后礼拜5月11。这行程的部分有几点，进前咱看的行程内底中昼食饱了咱会去这个天上碑林铁文创园区，因伊迄园区较细所以咱头伫半点钟的时间伫遐。过来是去新宝冲这个体验农场，大约1点半钟，所以这中间也有时间，所以咱东港有去探勘的现场了，咱有增加一个伫迄个要去咱食饭的路上会经过这个橘子乡民间形象馆雅典果子工坊，还有爱达造坊这个所在咱的游览车应该是停伫个橘子乡。其他3个所在拢伫这1公里的范围内，到时咱会伫遐伫差不多大约3点40到4点40、1点钟的时间，咱会当伫遐会当去采讲一寡宜兰当地即个名产，接续咱就去食饭的所在，这点所甲大家做一报告。第8点运动做伙来咱请警员执事来报告。大家平安。那个去年教会有举办那个一起的运动会，那今年就是大家也会来举办这个活动。那今年时间是在下个月6月8号礼拜日的下午12点到4点。那去年我们是在那个特教学校那边，但因为今年那边场地在整理，然后我们这附近的场地找不太到，所以我们这次的场地会在那个政大那个方向的万兴国小运动场地，他们在4楼。那这次的报名方式有2个，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一样直接到我们1楼的柜台那边做报名表的填写，那还有第2个方式是周报上面有扫描这个 QR code， 也可以直接做线上的报名。那再看一下流程表的部分，那当天就是6月8号，教会这边会是一个联合的礼拜，所以就是只有1堂礼拜到10点半，然后我们会有爱餐，会有妇女团契为我们准备爱餐在楼下。所以我们就是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是开始往政大那个方向去移动。所以我们12点到12点半是报名，那中间就开始会有大会操，然后运动员宣誓，然后跟去年一样会有大队接力跟趣味竞赛。那今年玩一个特别的活动是躲避飞盘，那它基本上就是躲避球规则，但是它是用飞盘玩，那是一个软式的飞盘，所以基本上安全方面也不用太担心。那今年的大队接力跟趣味竞赛也一样会设计成长辈比较可以参加的部分，所以如果想要参与的，就是不用担心，我们这次是以合作为主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不会是太多竞赛跟刺激的，所以长辈想参加的话也都 OK。那这边因为这次的场地是在万兴国小那边，所以变成说走路的话大概是要15分钟。那我们有为长辈跟行动不便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的报名表上面有提供一个交通的协助，那你可以做勾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会安排教会的长职或是有开车的同工，就是载大家过去。对，那如果我们比赛项目就刚才有讲，就有大队接力、趣味竞赛跟躲避飞盘。那如果你这3个项目你可能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些比赛项目，但是你还是很想来运动会，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就是我们在报名表那边也可以勾选一个，就是纯啦啦队的部分，就还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到时候在旁边，然后一起帮大家在比赛场上奔跑的人呐喊。那报名截止是到5月底，5月25，那就请大家再注意一下时间，大概是这样子。好，接续报告第9点，2025年咱教会的儿童夏令营，主题信心跟随文山寻根之旅，7月7拜1到7月7拜4，下早9点到下晡4点半，对象
国小要升国小1年到国小6年，费用是800块吼。好过来嘛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教界消息有3项请咱兄姐来关心先来好无先来好，这是咱行平安礼。咱拢真做一个人，真做一个人。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真侪绿岛。
今仔日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